為配合 T4 主幹路橫跨城門河嘅行車及行人天橋工程，繼早前實施嘅第一階段臨時改道之後，由2026年6月18日至10月初，近津岸8號及城門河畔嘅部分單車徑同埋行人路會臨時封閉，行人同單車可以改行車公廟路，沿車公廟站去到臨時過路處過馬路，前往大涌橋路一帶。市民沿城門河畔去到港鐵車公廟站附近，記得唔好繼續向前行，要往站嘅方向。去到呢段，部分行人路會臨時改為單車徑。無論行路定係踩單車，大家請互諒互讓，行約200米就到達現有嘅臨時過路處啦。如果喺大圍過嚟，想踩永久單車徑，建議過咗港鐵站後，預先過河，由文禮閣沿河畔踩就更加順暢啦。嚟緊10月就會實施第3階段嘅改道，請大家繼續密切留意啦。